那啥，练那啥，看你健康就不赚了。那么你现在过去就你都有个健来练换的，甚至练快打。那么还那当中说三千个关键，就关键有理啊，都进我们一些所以呢，咱今仔日较会修炼条件自己，会当用这个观念来做转变。那么上介重就是讲，这个观念会当互你每一天转变啊嘛。咱每一天会当保持世界应该是无三不看开。因为咱人的观念随着时间就以为这个意思，那么时间在建立，那么银行的会计每一天的会，就是讲你一天所累积的这种种种的知识里面，咱拢爱靠会观念，爱大一般，大一般这个跟咱这种嘛，是讲咱这个。就咱刚所做的事物当中，经过检讨了，爱规律，去根无啊，安尼你先不断的掉，尤其咱人上当中呢，咱必然。观念啊，这个观念以一个艺术来讲，是咱的特点。爱靠这个特点来维系人啊。这个人的特点愈发也引起分享。这个真是修炼的人，伊较倒数一定是人，是要个人大家尊重，是要个人大家尊重。所以呢，观念就是以着这个特点来做咱的以后，多点活动。观念是咱大家相处的一个润滑剂，观念呢就是咱大家相处的润滑剂，咱靠这个观念来互相彼此体谅，互相来关心，互相来关心，那么咱来大家比较好。
会当像你种的好这个快乐，搁来扩及，互大家人同样甲你享有这种的这个分享。那么你的人生呢，必然是一个真正的人生。所以民主观念对咱一个人建立非常重要。不管在咱后天的生活事业方面也好，还是在咱先天受到的造就也好，这个观念是一个因素，非常的重要。公司若无真好的制度观念，这个公司一定会离谱。无管在人事方面，无管在业务方面，这必然是要有一个真好的制度。那么这个好的制度观念就是你公司所有的主管、股东大家去建立的，大家形成迄个共识，大家形成迄个共识，可依照健康的这种的这个现状状态，你来开发你的事业。那么所以在后天因素，在咱先天两个关，所以这个来讲，今仔日本来啊，咱这个是主比讲啊，咱就互你食，咱就应该你看的。而咱这种是讲，是切到咱来看的百分之，咱知影咱台湾这样切甲切外拢办对，所以咱就要非常的新鲜，因为咱这有活出个活在，大家你无试啊，华人讲实在华人实在所以每一届人讲大家台南咱是个挖掘，这话当挖一些钱水过来在咱岛的，像我咱个岛看自己不会这样一口气，所以不然切到就反折，伊就是种种因的，所以呢，无办到，所以咱就把咱这当这个办事第一办，咱再给当这个过来，所以你这是两套的，当然在未来当中都有呢，咱往哪好好计划，所以呢，这个观念就是对咱一个修养也好，在后天也好，先天也好，伊是互咱带来了一个真正重要的这种的力量，这个意义。所以这个观念呢，就较咱过一个好较正。那么因为有了这个观念，所以产生的作用是啥物呢？第二是啥？有观念健康了呢，咱所追求就是啥？企业甲这个人生，人生的这个目标呢，其实听这个规则讲科技化它尤其创新这个人在咱创新，伊心就快。这是真正的，因为你的心当然你欢喜快乐，但你的心若当你超华，你就是快乐，因为迄个心只会当做单一选择，无人讲即马欢喜甲安尼极端，一个心当时烦恼个极端无呀，咱的心。所以，咱在修道当中，就特别对了上咱互咱的心灵会让真踏实。按时安困，马上入睡。所以修道，以上拢来讲，修道是啥物？修道是会当知影食、知影困、知影穿、知影用，知影好，
伊无所不在，哦，所以咧，甚至有人讲，安尼修到就会到底是一个啥物呢？修到就会是一个啥咯？大意的，哦，伊安修到讲过来，要记着真实，发离了世俗者的因缘当中的困扰，会咱心内心当下咱解法。这人死咱这个解法，当然呢，伊会当得到安详甲喜悦。那么到底这个安详甲喜悦，咱咧讲这个上是对，伊到底是对，哦，是不是在咱幸福当中到处拢有？哦，但是虽然讲在咱幸福当中，咱会去感受，其实真正咱感受到这种喜悦甲安详，是在咱的啥？咱的内心。在咱内心内底，哦，因为伊是无所，但是咱若对外在对内在，所以就过去捌讲过一个故事，讲你这个美国一间真世间不起眼的教堂，这个教堂呢，之所以出名呢，是这个教堂的建设，哦，建教堂像是这个大这个教堂一样，这个教堂所出名的上界大因素呢。就是你教堂当中有100位，哦，有100位，所以大家因为咧看100位，所以咧大家拢时常不管哦不受这个前列路啊，开车啊好，坐飞机啊，甚至坐车好，拢为着要来看哦，所以咧讲有一个信徒是吧？伊就去看。但是100个看不出所以然，啊，人讲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为人看是100位，其实话中有什么？有话，也为人了有这个轻重这个行业。那么100位到底为了这门，这门所以。但是这个门当中，这个所谈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耶稣基督啊，这个耶稣基督，伊徛伫门外，
第二所以也说你外口敲门，内底是啥？其实内底是啥？内底是啥？所以这个人看我，所以问迄个啥，迄个牧师讲，请牧师你解释700回出名，大家万千里来看700回意义，你对你请解释我。所以这个牧师在讲其实700回内底最好的意义，就是讲，当真理要入你的心内底时阵，这个门爱对开，这个门爱对开，爱你的内心。当真理要入你的内心的时阵，你这个海为内底开。咱一个人，就是因为我都相信他，而你虽然听，有听，但是过分而原因，而你听较济，但是我都去体会是你的心无怕。那我心无怕，就是你无将你自己真正心界定起来，所以你我都去接受你阳光真理。所以伊讲700度之所以出名，因为耶稣外口代表真理，代表光，代表爱。当这个真理更加爱要入你内底时阵，所以伊讲，当真理要入你的心内底时阵，这个门必然爱与你内底打开。所以你看咱看见着，咱的大门已经向内开。我靠，那个叫做沙门还是黄道山？黄道在往外看，因为向内唔免黄道，你向外黄道，你门若向无黄道，差到死啦！你若内底家己的内底有黄道，所以伊讲真理要入你的心内底时阵，你
找这个社乡，咱刚才社乡重要，你用迄个社乡。那么这个社乡其实是为啥？为一只鹿仔心象，鹿仔心象来定定。来定定。但是呢，这只鹿仔呢，比较奇怪，我来定人听到一种香味吼，啊，到处去找，啊，拢找袂着，拢找袂着。咱是为这只鹿仔心象去找这个社乡，但是这只鹿仔却是定定凭着香味，到处去找，去找啊找袂着。但是伊毋知影讲，迄个香味源自出伫倒呀？出伫家己的心象，你家己就有啊。那么咱也是共款，咱到处去找外口去找真理，哦，去听话，哦，啥人讲咱较好，啥人讲遐好，哦，不断去追求，其实这是有刺激的。咱若无真正关注一个重心拍开，其实啊，真理是在你的调查中，是你在你听了，你是毋是当用心去家做？你做1分，你记得1分；你做10分，你记得10分。因为咱本身就亲像只鹿仔款，本身就有负责的物件。好，咱就做大间，就做人讲啊，伊听无做家己度完了后，伊后来开口讲，迄5人其中一句话，好奇自性，问自苦教，本来是苦教，记住。所以苦教叫做不精不正，不行不对。哦，本来咱的自性跟苦教都有的物件，但是咱的心啊向外去看，向外去对，拢会不正。哦，所以咱定定向外去看，向外去对，永远咱袂完整。咱的心无法度完整，无法度低调，所以咱无法度低调，咱就在人生过程不断的去对调。你愈对，你的自信会愈变深。就是只要鹿仔款，你本来就有迄个他，为什么你要到处去找呢？那么咱人就是这种办法，咱本来就苦教了，但是咱可以不断向外去分，向外去找。好，所以就说人讲好奇自性，问自苦教，因为这个本来苦教的这个爱上法起的，伊早就存在咱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咱每一个心中本来就有啊，无啊嘛有，年轻啊，少年啊，大家拢做这样办，所以不再讲讲众生皆苦有如来必有德相，所有
伊讲吼，从房中内底所有的珠宝、所有的珠宝，拢总看迄个，看迄一个足大一个所在，一个广场。然后呢，发就这个兴致讲，在每一天每一日，哦，比如讲拜五迄天，为早时8点到下晡6点，所有全国百姓，恁会当在这个时间内底呢，来到公去选择恁所要爱的物件。当然，伊甲将伊房中内底宝物拢摆伫所在，
新情况出来，积极的变化的意义，但是所有一切把该有出现所在，那么你来当找到得找到咧，咱真正我，你就容易在一起。哦，所以这个阿婆的地位，所以因此呢，伊在迄个当中选择呢，去得到国王，所以有法用了这个国家。好，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讲，受到其实咱往来选择点，因咱世界有限，时间有限，哦，刚做生意同款啊，你做生意啊，选择你对你上有利的，上对你是啥物，会当互你创造你上好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今日想做共款，爱选择你上较有利啥，爱选择你家己本身，就是迄个喜悦感快乐。你喜悦拥有着喜悦感快乐，你会当拥有着世界一切。因咱一个人好甲歹，快乐甲无快乐，甲这世界有关系无？讲无关系是无关系，讲有关系讲有关系。你心情若快乐，这个世界快乐无快乐；你心情若无快乐，这个世界无快乐。所以美国甲伊拉克即马要战争，即马靠富士甲咱的心情安怎？哦，因为心情若讲好，我就要甲你坐，真是假？即马所有的电影拢附属的啊，这个战争是毁灭性的战争哦，但这个叫做咱是用到开始，但是伊的观念来讲，大家会当靠会着协商，来讲，才会当把这个工作来销，那么这个叫做来相销。所以这个观念就看，即马美国甲伊拉克两个国家内底，因的这个政治看法。哦，所以因此咱会讲，西人的观念好甲歹，其实观念就伊来一生，哦，包括你现在的心情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讲大家来讲，其实咱来当选择咱家己正确的这个喜悦甲快乐，其实整个宇宙都在整个宇宙都在哦，伊并无一分一毫的差别啦。也就是讲，当咱你的心若静袂落来时阵，你的心若无落静落来时阵，你去外在去得这个安全快乐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哦，所以呢，咱人若对，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了。咱人若对，这个世界对咱的心对。所以有一个讲伊老爸朋友，讲好朋友，咱就是讲话。这个讲囝吼，就甲伊家己老爸。朋友来来，今日你就知吼，要抱抱，像阮孙仔，爱抱就抱，哦，即摆讲话到袂讲话吼，拢安尼啲尴尬之间，讲敢若听有，敢若听无，但是伊
结果迄囡仔嘛讲，爸就简单呀，因为迄地图吼我看无啦，但是地图后壁面吼有一个大个形啊，人的形状啊，人有鼻啊，有喙，有耳啊，有手啊，啊我喙大，喙耳大，手大。
以讲，或者讲，有别人干，或者是讲啊，这应该是简单啊，咱来这个公司红外线水平仪，起码你怕是红外线哦，迄种
讲一点，我讲哦，刚才一点讲的。了解。哦，咱就把怀疑中就是跟整掉，整掉它够点完全部，然后但都那么春的时间哈，咱就把都能得力呀，一起东西归来分掉，咱来咱这边会哈，其实千点万点你所讲的都是讲的所在，所以咱在各界都是第一，也在收到过，也已经给人足久的这个回答，所以就话讲啥吼，应该头啊开始你就知讲就话讲，所以就话讲你吼，就这样那么这样的角色，你干我干。
我对着师傅的破败，因的变化是关键，所以开都会有这个开悟，应该也有开悟，好，相当的开悟，好，非常的开悟，啊，所以呢，时间的关系呢，咱就下真舍不得来做结论。你解拄着这种的即心当中，也敢若讲不是为外在所定啊，真正会当你去掉了这种自我时间有咱自己，所以呢，你解决到这因缘，
单单是爱啥？爱有地的关系。好，这个地的关系无关系，你去你老的，其实在你的上对，是咱这个性对，在咱本来就是咱这个对，啊，先哥是讲修正不在是，啊，先哥讲啊你即马把改这地形改这个，先哥就是爱做事情，先哥就是爱真正是活出来。先哥就是爱在每一个开班的过程都分推动，咱自家咱本身该尽的去做，但是做了后，咱的心爱上啥？上到这个我来去了，这个我无去了，咱可能就是一点当中看见，好，所以我感觉，每当你一切想，就是开始当你一切想这个人呢，会调咱赞叹一句话，或者讲，你就是菩萨，你一切想这个菩萨，啊，这个分，所以呢，咱要当理想当然爱改变的心这个方法，像我先甲讲法，咱的我来当讲法，其实世间中咱哦，你甲想讲你过去想的足济代志计较，你甲想到倒转来，敢若是讲无当计较，我何必要带你计较这个心理上面？哦，所以这个心理的啊，你说，咱会当用上喜的心情，用上快乐的心情，上介意的心情，用咱爱的心情，咱来迎接咱未来一年这种活动啊，好咱讲较一项机会，咱来动用两了，咱的活力对咱是关键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我讲这个所在，言语上啊，对个这个所在，尤其对这个江妈妈吼，讲诚正吼，这个代志吼，咱